趙華塵。最近呢位飛行員喺天上做咗勁爆特技城嘅網絡迷因。呢位女士據講喺做特技飛行時承受咗12G 嘅重力，佢係中國第一位女性特技飛行員。講真，呢樣嘢根本唔可能發生。呢啲就係拉9至10G 時飛行員咁樣，佢哋塊面咧會因為重量增加咗10倍至12倍而變形。12G 咧就好似有個140磅重嘅人坐咗你塊面咁。咁但係呢個女仔咧就好似啱啱食完早午餐嘅輕鬆。而家網民梗係出聲話佢吹水啦，話佢係超級撒亞人，或者話佢塊皮太厚變唔到形。又或者話我可以頂到10億G嘅，你知唔知當年自己國內觀眾都話你呃人啦，你真係玩大啲啦！如果你唔係第一次喺我個頻道，你都知佢哋成日中意將啲人描寫到好誇張。我確信佢係一位真正嘅飛行員。確實有啲片段中咧，拉力可能達到咗6到7克，甚至接近10克。對於沙子嚟講，希爾拉佢喺視頻中就表示，喺嗰種空中特技中突然做出負4G 重力加速度係非常困難嘅。事實上，佢拍攝所有呢啲場景嘅時候，乘坐嘅嗰架飛機，其設計承受嘅載荷僅為正負10G。所以咧，如果拉到12G 嘅材料咧，好大機會會斷，架飛機都可能會喺空中散晒。中國咩都做㗎。而家講翻相關嘅事，呢單新聞咧係上年7月發生㗎。一個嚟自北方省份嘅女學生冇成功入咗解放軍空軍學院飛行學校，因為佢老豆都係解放軍空軍嘅飛行員啦，所以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大家質疑有啲裙帶關係啦。講真，無意冒犯佢嘅外表，但呢個女仔明顯有斜視，即係其中一隻眼向內斜，呢個叫內斜視。佢仲有啲牙齒唔齊，你聽佢講嘅都聽得出。呢啲特徵加埋一齊咧，其實係解放軍空軍入邊唔合格嘅，因為申請人唔可以有斜視或者近視、遠視，亦都唔可以有牙齒咬合問題。更奇怪嘅係喺所謂嘅錄取通知書上面，連日期同月份都冇寫。咁即係話佢想幾時入去就幾時入去，定係點啊？網民就指出佢對眼嘅情況，雙眼皮其實係最近做手術整出嚟嘅。有啲留言就好似呢個咁啦，佢話：我侄仔係另一個省份空軍班畢業嘅，呢種眼睛係唔會通過考試嘅。咁啊，仲有呢個留言話，解放軍而家唔係用主動電子掃描陣列去鎖定目標，而係用斜視去鎖定。其實呢啲就係網民玩得有啲過火嘅例子，仲有啲惡搞圖，好似呢個嘅話佢有超感官特異功能，或者呢個話如果佢都得，我都可以做飛行員啦。或者呢個又話咁啊，天上面有冇紅綠燈啊？你想點飛都得啦。仲有好多明顯大家都集中火力喺老豆身上，話咩做飛行員唔使有咩資格，只要係老豆就得。又或者呢個有個留言話，個女問老豆：我大個想做飛行員得唔得啊？老豆就答：傻女，你而家已經係飛行員啦，只係要等你大個啫。所以呢啲就係其中一啲好低能嘅宣傳手法。明明大家都知，連國內嘅人都覺得對現實有咩可能性嘅理解已經跌到新低。即使以中國宣傳嚟講，都真係好差。其實呢兩單都唔係真係講緊嗰啲人本身點樣，即係反而係點樣佢哋做咗啲乜嘢宣傳公仔去推動所謂女性賦權嘅運動。好明顯，中共根本唔關心咩性別平等或者類似嘅嘢。咁佢喺中共高層領導架構入邊咧，基本上都冇嘅女性，所以根本唔係講緊呢啲。其實更似係咁嘅，就係宣傳啫。我最近停咗一條片啊，我覺得幾得意。咁嗰個中國人點樣去抵抗政府所謂正直勤力嘅運動？就喺呢一個時刻咧，等我哋將個目光投向而家，睇下眼前正在發生嘅一切變化。睇完呢個之後，其實官方嘅說法好明顯啦。你知啦，根據我哋頭兩個例子，都會係咁樣，即係話呢個女人可以成功擺脫一啲比較藍領或者辛苦嘅工作，就會被講成係咁。佢嘅事業係建立咗喺老豆開鎖配時當生意之上，佢可以去讀書或者上大學，都係因為佢老豆嘅辛苦。但係事實唔係嘅，現實就係因為中國經濟環境好差，
佢同佢阿哥最後都係翻嚟同一份佢哋本來想靠高等教育逃離嘅工。所以中國嘅教育制度其實幾有趣，加埋宣傳系統一齊，大部分人細個咧就會學識點樣去睇國家咧，係應該係佢哋要多謝佢對象。咁啊黨咧就係佢哋覺得自己受惠嘅來源嘅，雖然其實根本冇見過啲咩好處。講真，好似呢條片咁，學生喺課室入邊嚟緊反日嘅影片，重點就係要不停嘅塑造黨係榜樣同埋中國人民嘅救星呢個形象。但問題係去到2026年，好似啱啱嘅例子同影片嘅，中國人已經對呢個偉大國家嘅假象感到厭倦。沙漿渣、機械廠，呢度有個最近嘅宣傳失敗例子。有份新報告話，中國人大即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佢哋係橡皮圖章議會，唔會真係立法，亦都冇乜實權，但原來佢哋已經用咗呢啲熱水壺30年，因為原來嘅官員去開會，無論去到邊咧都要有茶飲，現場又唔可以即刻煲水，所以咧就用呢啲熱水壺。開會嘅時候，想表現呢啲官員同埋佢哋管理大樓嘅人幾咁節省資源，咁啲保溫壺都甩漆生嘅，佢哋都仲繼續用，唔會換新，30年都係㗎。據講啦，我哋嘅青年官員自己都話好中意。順便講一句，從來冇中國人。但係後來咧，網民們發現咧，呢啲商品咧雖然喺呢個商店度擺放咗咁耐咧，但係實際上係從2015年先至開始銷售嘅。就連呢啲嘅保溫樽嘅官方製造商亦都出面表示咧，佢哋從2010年先至開始向 MPC 供應呢啲保溫樽。所以除非中國人突然唔會算數啦，否則佢哋30年嚟從未被使用過。咁所以原本嗰條片下邊好多留言都係用反諷嘅語氣話：睇我睇到喊啦，或者話我做12個鐘都冇喊過，但係佢呢條片就啱佢，或者話我媽鬧我都冇喊，但係佢呢條片就啱佢。所以你見到大家開始明白呢樣嘢，其實維持住表面假象嘅，淨係靠住對任何敢反抗嘅人落重手嘅鐵錘。就算你係無心之失、唔小心得罪嘅政府，都一樣會俾人打壓，係咪？都一樣會落重手對付你。例如最近有個女士出嚟條片，話佢部華為手提電腦匯入太多檔案去 CapCut 剪片軟件就頂唔順，但係佢用同一個方法試睇，佢部用咗6年嘅 MacBook 仲多60個檔案，結果一匯入就搞掂。CapCut 運行依然係流暢。而家呢種睇似無害嘅兩款筆記本電腦之間嘅技術評測對比咧，亦可能演變成一個問題，因為佢遭到咗大量嘅民族主義言論嘅攻擊，呢啲言論基本上都話佢故意詆毀華為呢個中國本土品牌，所以佢不得不錄製第二個視頻嚟澄清，話文件太大啦，所以佢只係上傳咗一個文件啦，而竟然會奏效啦，否則咧佢就會繼續俾呢啲民族主義評論轟炸，甚至可能被下架視頻，話佢係賣國賊。所以咧呢種脆弱咧，其實喺現實生活中更加普遍。我最近喺網上見到一啲視頻啦，以下嘅例子嘅。咁所以個菜刀係要用鐵鏈鎖住喺啲面上。其實呢樣嘢唔係新鮮事，但係佢哋話喺中國菜刀好危險，因為好明顯你唔可以擁有槍。咁所以如果要起義，第二危險嘅就係菜刀啦，啱唔啱？所以佢哋會要求買菜刀嘅人要實名登記，就好似槍械管制同身份驗證咁，不過係針對菜刀，啱唔啱？咁即使佢哋嘅情況下，佢哋都仲係好擔心，因為成件事係喺新疆開始嘅，而新疆就係維吾爾族穆斯林聚居嘅地方，因為中共一直都覺得維吾爾人係本土恐怖分子，呢個就係佢哋用嚟控制佢哋嘅藉口，所以呢啲措施就實施咗，係咪先？咁你就將菜刀鎖喺台上邊，咁就唔可以用佢傷害中共官員、本地警察之類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喺嗰個地區發生咗，之後又傳翻去內地。而家成個中國都係咁，佢哋成日都話：哦，呢啲少數民族受迫害，唔會影響到大多數嘅。其實根本唔係嘅，最終都會輪到你身上。就好似佢哋搞清零封城嗰陣，佢哋都係咁做。一開始只係喺某啲地方對住宗教團體或者少數民族嚟做，但呢啲嘅控制措施咧，最後就會落到全中國人身上。咁所以好明顯，正如我講，佢哋越驚就越證明有啲冇真係變緊。即係而家嘅人已經唔再信佢哋，但係成件事都幾荒謬。呢度有條片係一個警察同啲人講，唔可以喺網上發布政治敏感話題，好似謠言、內部文件等等，唔可以喺微信群度傳。其實網信辦咧有9大類型可以根據言論內容去舉報人啦。例如有啲好常見佢哋
好似政治詐騙、色情內容、粗俗啲暴力或者謠言之類，係咪？但問題係喺中國，任何言論都可以被歸類。技術上嚟講，全部都可以用其中一個類別去舉報啦。例如你同人講生日快樂，或者祝人有個好日子，佢都得。會唔會有人覺得你暗示緊其他嘢？你有冇喺網上 post 過一張肉包嘅相？呢啲都可以被視為侮辱國家領導人，好似習近平，因為佢其中一個花名就係習包子，即係肉包嘅意思。咁你又點可以話我哋唔可以講某啲嘢呢？因為技術上你真係唔可以。咁如果好似呢條片咁展示中國鄉村嘅現實呢，呢啲都可以被禁，可以被舉報，視乎你點樣描繪中國，都可以話你係散播謠言。所以唔好講政府佢哋想大家做嘅，其實就係大家自己內鬥，鬥得有分寸、有控制咁樣，係咪？經過咁多年代嘅政治運動，佢哋其中一樣最叻嘅嘢就係管理混亂，即係令普通人互相鬥爭、互相毒害、互相整衰。只要呢啲嘢唔會去到黨嘅高層就得啦，係咪？或者話啲人普遍認為，只要佢哋唔去諗中共係個問題，咁就冇問題。因此責任仍然落喺普通民眾身上，而可控嘅混亂係必要㗎。以食品安全問題為例，政府官員通唔在乎呢個人把掃地上嘅灰塵直接倒入湯裏咩？當然唔係啦，佢哋肯定唔會去嗰度食飯。佢哋唔通唔在乎呢個牌子嘅果汁係喺污糟嘅環境底下生產嘅咩？呢個就係匯陽汁。你而家見到佢就係冇咁嘅生產廠房，有嘅爛蘋果啦，周圍都係烏蠅。所謂100%果汁，其實根本唔係100%蘋果汁。你明我講咩啦？當然政府根本唔理，係咪？就係咁樣，令到成個社會都維持咗一個低道德生存狀態，所以大家為咗生存揾食，就會做咗最無謂嘅嘢，好似假宣傳、扮清説。又下張凳嘅，總之咩都得，只要做到乜嘢，話係上面落嚟嘅任務，搞掂佢就算。工人就係咁樣清理樹上跌落嚟嘅樹葉同花。為咗快啲搞掂，就一啲打晒落嚟。因為你知啦，如果一次過清晒，就唔使再清第二次嘅。承建商就用豆腐渣工程嘅手法，為咗賺到盡，又可以快手起好晒啲嘢。呢個就係一個走捷徑嘅國家嘅形成過程。好嘅，非常感謝大家收睇本期節目。若果喺 China Insider 收睇，請訂閱新頻道 David on China 同 David Jan 360，請喺 YouTube 搜索或者點擊描述鏈接。好嘅，非常多謝你觀看，我哋下次再見。